唔知道你會唔會都有咁嘅感覺呢？有時見到身邊嘅人好識講嘢，好受歡迎，自己呢就好羨慕，甚至會諗點解我好似永遠都做唔到咁嘅？如果呢你有呢個想法，我想同你講，其實你唔需要成為第二個嘅佢㗎。我接觸過好多唔同指紋屬性嘅朋友，尤其係雷啊、風啊、雀啊嘅屬性比較強嘅人呢，好多時呢都會好欣賞花屬性嘅人喎，因為呢覺得佢哋把聲好溫柔，令人好舒服嘅感覺。但係花屬性嘅人亦都好羨慕雀屬性嘅人㗎喎，覺得佢哋呢同人哋好易打開話題，可以傾唔停咁。但我想話你知呢，每一種屬性本身都有自己獨特嘅舞台㗎，你係唔需要改變自己嘅本質去迎合所有人㗎，因為當你真心做自己呢，反而會吸引到真正欣賞你嘅人㗎喎。就好似如果你係花屬性嘅人，你嘅沉穩、氣質同埋深度，自然呢會吸引到一啲需要安全感啦、喜歡真誠連結嘅對象。如果你勉強自己去扮雀仔屬性嘅話，可能呢就會吸引到一啲以玩樂為主嘅人。冇話邊個好定唔好啊，唔係你自己最自在嘅相處方式。冇話邊個好啲定唔好啲嘅，只係講緊舒服啫。所以我嘅核心建議係做自己啊，但係做一個優化版嘅自己，唔需要呢完全獨處嘅。唔需要勉強自己呢唔停咁社交，你可以呢選擇適合自己嘅場合，適合自己氣氛嘅人去深入交流。喺你自在嘅環境裏邊呢，你反而會發揮得更好㗎。記住，山有山嘅高度，水有水嘅深度。你嘅價值呢係唔需要透過比較嚟定義㗎，更何況大自然、森林從來都冇得比較啦。希望呢，你今日都可以試下欣賞返自己獨特嘅優點，活出你最自在、最有魅力嘅版本。我哋下次再傾啊！祝福大家。